抖音直播官方账号，是从直播中心进去找到的了。就是直播完了，它会有出现一个视窗，然后有直播中心的连接，点按进去到直播中心，再找到左下角有重播啦，有公会中心啦，还有在上面有一些照片，有一些图片，就是这个影片的缩图。点按进来就是看到这个了 ，TikTok 抖音直播官方账号。哦，赞也有这么多赞了，粉丝也有47000呢。教人家直播，直播布告栏，直播最新信息，点击连结。直播还有特效，点按连结看看。哎呦，点按连结，你看那个网址是 LINE 呢，网址是 LINE 啊。你看以 LINE 开启，有没有看到？